下晡5:25，府城建成300栋，伫台南东南西北4个所在，由现任社主王伟摕插头，勾起白色灯布条，甲城门围子围起来。1725年的5月9日，就是国历的这个时候呢，开始台南的建成。所以说这个有人说台南400，有人说府城300，其实府城300的意义在于我们开始在这一天开始建台南城。对1725年开始有了社环，到单唯一保留往城结构的城门，就一个大南门。伫庆祝这天特别拍开城门，代表入城进入古府城的社区。那让民众去思考更多城门、城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关系。那所以或许住在府城里头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走过这个大南门。伫建成300栋的社区，公司合作持续办纪念活动，让市民了解有城门才有生活的历史意义。艺术家嘛伫咧城市当中制作层层点点系列作品，而且详细看顶悬的元素，相当有卡数。我们就把它想象入城跟出城其实就是时间的对照，入城有点像是进到2025到1725，然后出城有点像是2025到2325，就是未来的300年。你就可以发现城内其实有蛮多的文字都可能有运用到台罗的文字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有点像是迷音或是谐音，或者是未来还有一些城市语码这样子。透过欢迎门标出城门的位置，更加传统甲现代技术融合。伫暗时来看，古花杂色非常的水，看得出艺术家用心设计，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城市基地。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